美國國家氣象局對南加州大部分地區發布洪水監測警報，話當地未來一日降雨可能多於11月平均雨量。早喺暴雨來臨之前，經歷過山火嘅聖巴巴拉居民已經準備沙包防範今次暴雨。被山火燒過嘅地區，由於植被被燒毀，泥土變得難以吸收雨水，容易引發洪水同山泥傾瀉。國家氣象局對南加州大部分地區發布洪水監測警報，將會持續到星期六晚。洛杉磯縣向多個被山火焚燒過嘅地區發布撤離警告。當局話會喺今晚升級為撤離令，並持續到星期日上晝8點。國家氣象局預測，今日至聽日南加州會錄得2輪降雨，預計第一輪嘅降雨今晚帶嚟1至3英寸嘅雨量，第二輪降雨預計喺聽日嚟到，雨勢會更加強烈，並伴隨住強風、冰雹同埋局部龍捲風，預計呢2日會錄得至少3至6英寸雨量，當地11月平均降雨量只有唔夠1英寸。